Hello，大家好，我係 Martin。咁大家最近睇世界盃咧就睇得好開心啦。咁大家心目中最大嘅看點係乜嘢呢？你哋係想睇到邊一隊球隊去捧杯啊，定係睇某一個球星佢喺綠茵球場上面點樣使盡渾身解數去得分，定係話睇靚仔呢？咁對於我嚟講咧，世界盃最動人嘅地方咧，其實往往並唔止係入波或者係勝負嘅，而係佢一種非常之特別嘅力量。即使係喺政治對立、國家衝突，甚至係戰爭嘅陰霾之下咧，足球仍然可以令一啲唔同立場嘅人暫時翻嚟同一片球場、同一套規則，用同一種對足球、對運動嘅尊重去繼續玩落去。咁今年世界盃裏邊有一個好值得令人關注嘅話題咧，其實就係美國同埋伊朗之間一個好緊張嘅關係啦。咁兩個喺國際政治上面長期對立嘅國家咧，就偏偏因為世界盃咧係一齊俾人擺喺同一個全球嘅舞台上面。咁呢件事本身咧，其實就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啦。咁點解好多時候咧，政治傾埋冷啦，外交亦都好難破冰，但係足球卻可以令呢兩個人咧喺同一個時候坐埋一齊，去大家放低分歧，去一齊去進行比賽咧。咁足球嘅魅力咧，其實就唔在於勝負啦，而係在於佢係一種可以超越政治、超越國界嘅無形嘅力量。喺歷史嘅長河裏邊咧，其實足球已經無數次咁扮演咗呢一個和平使者嘅角色㗎啦。最著名嘅一次事件咧，就莫過於係發生喺第一次世界大戰裏邊嘅聖誕停戰啦。咁喺1914年嘅12月24號嘅平安夜咧，喺比利時法蘭德斯嘅戰壕裏邊咧，當時其實英國同埋德國嘅軍隊咧係打得如火如荼，同埋佢哋相距好近嘅，係只有幾十碼咁嘅距離。咁嗰一晚咧，其實平安夜好凍啦，吹住寒風同埋落住雪咁樣啦。咁德國士兵咧喺嗰一晚咧就突然間喺戰壕上面係擺放咗一樣好勁嘅嘢喎。大家估唔估到乜嘢咧？佢並唔係武器或者係炮彈，佢居然係一棵聖誕樹。並且係唱起咗《平安夜》呢首歌咯。咁英國士兵咧，其實見到呢個此情此景咧，其實都好驚訝啦，可以話係。咁佢哋冇即刻趁住敵人放鬆過聖誕節係反擊翻去，居然咧佢哋係用英文嘅聖誕歌去回應翻德國士兵嘅呢個行為。咁到咗聖誕節當日咧，更加不可思議嘅事就發生咗啦。咁雙方士兵咧，佢哋係好自發性，係冇人指揮佢哋嘅，係好自發性咁行出咗呢個戰壕，喺被炮火咧係轟炸得滿目瘡痍嘅呢個無人區咧，大家係互相咁樣相遇咗。咁佢哋咧相遇咧係冇開槍嘅，而反而係互相握手，交換咗香煙啦，同埋朱古力呢一啲聖誕禮物啦。咁更加神奇嘅係咧，唔知邊一個人咧喺嗰一刻咧就掉出咗一個足球。咁雙方士兵咧喺無人區咧就進行咗一場非常之即興嘅友誼波啦。咁嗰一刻咧，呢個戰場上面咧，其實就已經冇晒軍階、冇晒國籍，或者係甚至冇晒仇恨。大家其實都係翻去最簡單嘅身份，就係其實大家都係一個中意足球嘅年輕人。咁另外一個喺歷史上好經典嘅畫面咧，就係1998年法國世界盃嘅美伊大戰啦。咁嗰場比賽咧係被媒體稱之為世界盃史上最具政治色彩嘅一場比賽啦。咁當時其實係自1979年咧伊朗發動呢個伊斯蘭革命以嚟咧，美伊兩國其實係一直處於一個外交中斷嘅狀態。咁喺比賽之前咧，伊朗當時嘅最高領袖咧，甚至下令咧伊朗隊絕對唔可以行埋去同美國隊握手嘅。咁最終咧喺 FIFA 嘅協調之下咧，就改由美國隊主動行埋去伊朗隊啦。咁嗰一幕咧就當時就成為咗史上最永恆嘅經典啦，就係伊朗隊嘅球員咧向美國隊嘅球員獻上咗象徵和平嘅白色玫瑰。咁雙方球員咧係打破咗常規啦，係肩並肩咁一齊去合照啦。咁最終咧比賽係以伊朗2-1贏咗美國嘅。咁但係當時咧兩國嘅球迷咧冇因為呢個勝負而發生任何嘅暴力衝突，反而係一齊喺看台上面一齊跳舞，一齊去慶祝。咁足球咧喺嗰一刻就擊碎咗過去幾十年嘅政治冰封。所以我覺得咧足球最大嘅魅力咧，其實佢並唔係可以話真係解決到所有衝突，而係佢喺度不斷咁樣提醒我哋咧，其實我哋世界上有分歧。人同人之間咧，其實依然係可以有尊重規則同埋共同嘅語言。咁但係問題係咧，和平其實並唔係淨係停留喺球場嘅幾十分鐘嘅。佢真正影響世界穩定嘅咧，其實仲有好多更深層次嘅因素、更深層次嘅矛盾，就係現代人類社會必不可少嘅能源。咁講到美伊衝突咧，我相信大家睇新聞都見到㗎啦。今年年初咧，美國同伊朗咧又再次發生咗一場好大規模嘅衝突啦。咁今次衝突最背後核心嘅原因咧，其實依然都係離唔開地緣政治同埋資源嘅爭奪啦。咁今年衝突爆發咗之後咧，全球最重要嘅石油咽喉霍爾木茲海峽一度面臨關閉，導致每日高達2000萬桶嘅石油同埋全球1/5嘅液化天然氣 LNG 咧運輸受到咗極大嘅阻礙。咁呢一次嘅危機咧，令到好多人係突然間清醒咗。咁無論我哋人類科技發展到幾高嘅文明程度，我哋嘅 AI 模型有幾先進，我哋嘅導彈可以射得有幾高，我哋嘅生存同埋發展最根本嘅基石依然係能源、資源同埋環境。當能源供應緊張，油價、電費、物流同埋食物嘅成本都會連鎖式咁上升，最終影響嘅其實係每一個普通人。
咁所以推動綠色低碳節能，其實並唔係單單為咗氣候變化，亦都係關乎能源安全同埋世界和平。咁如果我哋將視角放喺中東咧，就會發現其實能源同埋氣候變化、酷熱、降溫其實都係同一個問題。嗱，咁講起伊朗同埋中東咧，大家可能都會諗到石油同埋戰爭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中東其實同時亦都係全球最受極端高溫折磨嘅地區之一嚟嘅喎。咁當地夏天嘅氣溫咧係好容易會超過攝氏50度嘅。咁建築物裏邊嘅冷氣機嘅用電量咧係高達70%啊。咁亦都係正因為呢個原因咧，我哋 i2Cool 一直以嚟都深耕中東嘅市場啦。咁我哋嘅無電炸彈技術，佢唔使消耗1度電咧，就可以為建築物嘅表面降溫高達攝氏42度，可以幫助到呢一啲極端高溫嘅地區大幅咁樣減低對化石能源嘅依賴。咁事實上咧，其實我哋已經喺杜拜最頂級嘅一個全球性嘅購物地標杜拜摩咧，完成咗我哋嘅概念認證㗎啦。咁我哋可以成功咁樣咧，幫佢天台區域降低20%嘅空調耗能，亦都同阿布達比嘅酒店集團簽訂咗超過1000萬美金嘅戰略合作協議。咁將呢個技術咧可以推廣至中東更加多大型嘅商業同埋酒店項目。咁同時咧，我哋亦都同日本嘅遠紅株式會社咧達成咗一個全球嘅戰略合作，加速咁樣將我哋嘅無電炸彈技術帶去一帶一路沿線嘅高溫國家或者地區。咁如果人類咧可以用呢一種綠色嘅科技減少對石油嘅爭奪咧，其實係和平咧，或者可以離我哋更進一步。從世界盃球場上嘅美伊共存，再到戰壕裏邊嘅聖誕足球賽，嗱咁足球咧其實係真係可以用愛同埋和平去連接我哋每一個人，而 i2Cool 咧就希望用綠色同埋科技去守護我哋共同嘅家園地球。世界和平需要敵對雙方嘅理性同埋包容，而地球嘅溫度咧就需要我哋每一個人從生活嘅微小處做起，去共同守護，去共同節能減碳。嗱，去到最後咧，我想同大家玩個輕鬆啲嘅互動啦。咁你睇過嘅世界盃歷史裏邊咧，有邊一個瞬間令到你覺得哇，足球真係可以超越世間嘅一切呢一種力量呢？係1998年美伊球員手持白色玫瑰嘅合照，定係其他嘅經典音樂呢？咁歡迎大家喺下方嘅留言區分享你哋嘅故事。嗱，咁如果你哋對無電炸彈技術點樣可以幫到中東極度酷熱嘅地區降溫感到興趣呢？咁亦都可以喺下邊嘅留言話我知，咁我亦都會喺之後嘅節目詳細分享。我哋亦都會喺留言區嘅觀眾裏邊咧，隨機去挑選一啲幸運兒，去送出我哋嘅無電炸彈產品。大家記得點讚、訂閱同埋分享呢個頻道。我哋下期再見。Go Green, Stay Cool, i2Cool，拜拜。